大家知唔知究竟貸款邊類客戶最容易獲批？首先，政府同事業單位嗰啲朋友份工夠穩定嘅，收入又好嘅，銀行就最中意呢類客。跟住呢，名下有房產、有車產或者有保單嘅呢啲優質資產嘅，都係銀行眼中嘅搶手貨。但係如果上面兩樣嘢都冇嘅話呢，咁就要睇咩？商戶嘅規模夠唔夠大，流水夠唔夠多，但係網貸咧又要足夠少，徵信仲要乾淨埋，搞埋呢啲之後，身體仲要健康健全先得。仲有一樣嘢要留意嘅，人工審批呢啲嘢其實係冇統一標準嘅，最緊要係雙方溝通嘅過程咧，大家一定要坦誠啲，要充分嘅交流，互相了解彼此嘅需求同埋資金用途。最後我想講，單一條件好唔代表一定批得到，要綜合多個方面去評估，單一優勢係覆蓋唔到其他缺陷嘅。